请问你叫什么名？李美仪。第一名来讲。哈？你的名台语？台语个李美仪。来，请问美仪，你拣的200度是倒200度？这就是这话，这是咧放，唔是咧飞天顶去的吼。啊，这会飞嘛？啊，这下骹没有人。对。这飞起来使看风景吼。嘿嘿嘿嘿嘿。这8度你内面画了上喜意的是倒位？上喜意就是想讲安尼吼，心情好啊，画了吼，安尼欢喜。第200度，来，阮来看者哦。来，请问你第200度你画啥？8度就是咧放风吹，放风吹，啊，就是内面安尼放安尼吼，真趣味。下骹这吼，这是那月娘月娘月娘安尼要开要用的时，安尼圆圆这就是那阮孙仔咧放安尼欢喜，囡仔伊安尼趣味，伫迄个野外迄无人无电线无啥物较会袂危险。若这8度要互一个名，你要互啥物名？个有放风吹，个迄个。合作伙，这个是好孙仔，阮迄个一个查某孙仔放风吹，伊欢喜安尼。好，多谢美仪，好，安尼就好。